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。展銷王聯盟目標係展銷共贏3乘3，我哋係透過200多位展銷商及場主資源共享，集結力量，互相學習，令展銷租金、物流、人手等成本降低30%，成交效益增加3倍，成就各位成為自己領域嘅展銷王。我哋有3大使命：第一，集合力量，達至共贏。過往我哋試過多次包場做展銷，可以將租金成本降低30%以上，同時展銷商有自己客群。大家產品可以免費互動推廣，增加3倍成交機會。第二，經驗傳承，減少試錯成本。我哋透過分享實戰心得，讓新舊展銷商互相學習，縮短摸索期，幫助大家成為各自產品領域嘅展銷王。與其將錢浪費喺錯誤嘗試上面，不如將資源轉化為俾消費者嘅實質優惠，加速品牌成長。第三，精準對接，創造3贏生態。我哋集結供應商，為佢哋精準對接非以租金為首要目的嘅優質場地，如企業員工展、大型商場宣傳活動，例如保險界或金融界大型企業人事部呢類場主，佢哋主要想揾可以提升員工福利活動嘅高端產品品牌。租金收益並唔係佢哋需要嘅嘢，相反展銷商就可以極低成本接觸大量又高消費力嘅客群。呢個一個消費者、展銷商、場主3贏方案。關於我哋，其實我哋幾位發起人來自唔同展銷 WhatsApp 群組，包括供應商同場主，大家合作無間超過2年。以我為例，1年同場主們合作超過100次。我哋深知疫情開關後生意艱難，與其視對方為對立嘅業主與租戶，不如抱團取暖，互相依靠。展銷王聯盟就係我哋嘅答案。我哋相信，即使經濟環境充滿挑戰，只要方向一致，資源共享，就可以一齊做大個餅，達至共贏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不同展銷場地資源、展銷實戰分享及展銷商介紹，可以收睇頻道其他影片。歡迎加入展銷王聯盟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